这几天天气真凉冷哦，后礼拜会有日当头一波的冷空气。气象专家是指出讲，到时阵全台湾哦，拢可能只剩13度到15度，而且冷气团哦一波一波会愈来愈明显。天气乌乌暗暗，台湾北部甲东北部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一直拢是落雨天。气象专家彭启平表示，这礼拜气温会亲像落楼梯，后礼拜三是今年冬天第一波降温，气温会来到14度左右。预计呢，下礼拜3、4开始，可能会连续大概有4、5到5天，有一波新的冷空气从北边直接往南冲，所以台湾呢有机会到达冷气团的标准。那冷气团呢，我们预期它的温度在台北部的区域可能会落到13到15度。我们过去这几天其实大概呢已经降到14到16度左右，所以它预期还会比现在大概降2度到3度左右。专家讲，今年冬天虽然晚到，不过冷气团会一直来，气温明显下降，袂亲像英国迄款暖冬的状况。寒天一个来，民众嘛会想要食补。对着这波降温的趋势，中医师提醒，有慢性病甲心血管问题的人食补会使，但是爱配合一寡凉性的菜色，以免补过头。麻辣锅啦、麻油鸡啊，可能它这里面有些药材会放进去，黄芪呀，然后有一些桂枝啊，然后增加我们的血液循环。这样有慢性的人呢，我们还是建议说，可能要是什么，不要太温补哈，轻补就好了。吃了以后可以呢补肾，然后呢可以这个就是驱寒啊，这个部分哈，用一点姜啊、葱啊这样子来。不要太过于这个，就是太补。医师表示，除了食补以外，有运动习惯的人嘛会记得，等日头出来，寒气过，较烧热的时阵，较出门，互血管收缩卖遐激烈，才袂造成中风，也是心脏无力的意外。记者麦上淡薄罗台北报道。